Hello，大家，今日我嘅主題係基督的心，他不催促，只在門外溫柔等你。今日呢段說話，我係想講俾每一個真心想愛人、真心去傳福音，但係又曾經感受到挫敗嘅朋友聽。我曾經係一個都幾急躁嘅人。以前我對於向人傳福音真係好火熱。我知呢個救恩極其寶貴，自然想身邊所有人都即刻明白，即刻相信。當我見到朋友生活辛苦，身體出現毛病，情緒低落，對前路感到迷茫，我就會咁諗：如果你認識主耶穌就好啦，有神陪你行，靈魂就有安身之處啦。呢份熱心係出於愛嘅，但係我慢慢發現，點解我好似講道喺度推銷咁嘅呢？即使我唔係刻意，但對方可能已經感受到壓力。我以為自己講得唔夠清楚，唔夠感動對方，硬係要說服佢為止。有時呢，我都會見到其他弟兄姊妹同我一樣嘅，越講越急。坦白講，我都覺得有啲尷尬。我意識到對方可能根本未準備好去聽。人接受福音就好似一幅畫，一粒種子落喺泥土，唔會即刻生長㗎。佢係需要陽光啦、水分啦、施肥啦、時間啦，仲要泥土夠鬆軟喎。同樣，神嘅道落喺人嘅心裏邊，都係要經歷時間、經歷人生，等候合適嘅時機。唔係我講咗，對方就會信，而係神親自安排一個深刻嘅經歷嚟感動佢。所以我體會到傳福音唔係講幾多，夠唔夠說服力，而係學習讀懂人嘅心，慢慢了解佢哋，陪伴佢哋，用愛同埋時間等待心田開花。主耶穌喺聖經裏邊又係點樣傳福音嘅呢？我哋嘅主耶穌喺地上33年，但係佢傳福音只係3年時間。佢唔係靠講道理逼人信佢，而係用了解同埋體恤，等人嘅心打開。佢有真理，但係唔會壓迫人。佢有生命嘅答案，但係唔會壓制人。佢選擇咗用心去傾聽，用眼去體會，亦都因為人嘅悲傷流下眼淚。主耶穌會問：你要唔要痊癒啊？佢又會問：你為咩喊呢？佢對犯錯嘅人會話：我唔定你嘅罪，去啦，從今之後唔好再犯罪啦。主唔係用一套規則催促人悔改，佢係等待人選擇入佢心裏邊。我哋心急去傳福音，或者其實因為心裏邊驚。我咁樣諗，我哋急住要人信主，唔一定係出於我哋嘅信心，可能真係出於驚。
我哋驚自己講得唔夠清楚，怕佢走得太遠，怕冇結果，徒勞無功。呢一種焦急，有時唔係因為我哋愛佢，係因為我哋未能夠相信神會帶領佢。主呢，一直尋找人，亦都等待人。佢等一位撒瑪利亞嘅婦人喺井邊同佢慢慢傾偈，直到佢嘅心門敞開，睇見自己生命嘅缺乏。佢又等馬大忙碌完之後，鼓勵佢學習安靜喺主面前聽道。主又知道彼得會3次唔認佢，同樣地，主用3次復興彼得嘅心。主係知道每個人嘅心靈開花結果嘅時機都唔同，佢尊重每個靈魂嘅獨特需要。當我哋撒咗種，就等待收割。而家我學識咗，面對一個未認識神，甚至質疑福音嘅人，我唔會心急去解釋所有道理。我會停落嚟，等佢諗下，等佢感受下真理。如果佢有疑問，我會溫和咁回應佢，唔勉強佢表態。我相信改變人心嘅唔係我，而係神。就算佢未接受耶穌，佢依然係我朋友，唔係一個傳福音嘅個案。繼續關心佢，學習讀懂佢，喺佢有需要嘅時候為佢祈禱同埋陪伴佢，等候神嘅工作喺佢心裏邊發動。主站在門外叩門，神嘅愛從來都唔係粗暴，佢願意喺門外等待我哋，就好似啟示錄3章20節咁話：看啊，我站在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，我要進到他那裏去。愛係恆久忍耐嘅。福音嘅價值係耶穌經過十字架嘅捨命。基督耶穌嘅心係溫柔嘅，佢唔強求，唔催促，佢等待人預備好啦。人嘅愛情自然萌芽，主動嚟選擇佢，主動進入佢嘅心底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3章第6節咁樣講：我栽種了，阿波羅澆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長。願我哋都向主耶穌學習，用基督嘅心去傳福音，唔會操之過急，亦都唔會急功近利。撒咗種之後，交俾神，等佢親自叫福音嘅種子喺人心裏邊成長。今日呢，我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聽。願神親自感動你心中所愛嘅人。拜拜。